哈嘍，大家好啊，吔些媽些，歡迎光臨。筆姐姐講馬頻道又出場啦。筆姐姐講冷馬，絕對冇鳩噏嘅。睇完片要記住俾個 like 我啊，訂閱同多啲留言幫我推下片喎。禮拜日嘅谷草10場日馬賽事，梗係又要傾下啲心水冷馬啦。首先係第一場5班草地1200米，11號嘅快馬加鞭，呢隻馬轉咗去無畏傑馬房，係未閪交代過嘅。隻馬健康冇病冇痛，響5班就經常走入3甲嘅，證明一撚定有實力㗎啦。上一場田草1200走過第2，末段打落去隻馬嘅加速反應相當唔錯嘅。神貨拍跳就見隻馬自動搶鳩住走嘅。谷草1200都有入3甲嘅賽績支持，依家評分落到24分嘅淘汰企位，響撚晒警號㗎啦。相信練馬師都急於搶救，唔會嘥柒咗呢隻5歲馬。呢場雖然執過8檔唔係太好，不過孭住119咁輕磅，又賺鳩返唔少優勢喎。馬都屬於主動型嚟嘅，蔡明少條撚樣出閘攝位好啲嘅話，我認為係機會馬之一嚟嘅。呢場又有啲賠率分頭吸引，我會搏呢隻。好啦，到第二隻。第5場4班1200米，7號馬嘅金鋒萬里，上季初嚟港時，練馬師睇得好高嘅，點知雷聲大，雨點少，成閪日萬集，真係含得撚。今季初出第一場田草1200，就俾潘頓騎翻起前速，跑過第2，輸1個馬位左右啫。上一場就增程跑田草1400。擺撚明係想練一練氣同再教下習㗎啦，放到最後100輸鳩咗唔出奇，賽後更發現有腳痛添，以為好撚大鑊喎。不過近排就出返嚟快跳，見佢出腳都暢順同有力嘅，馬身都好鳩紮實，睇嚟腳傷都好返晒嘅。呢場第一次試跑谷草，加上抽個11檔嘅閪位，好多人都會怕撚咗嘅。不過諗一諗，騎師係潘頓條奸鳩喎，佢要搶閘搏馬嘅，點閪會難得到佢呢？話晒呢隻都係跑得少同質素未見底嘅馬，潘頓又未撚肯放手，加上呢場又係杯賽喎，有理由相信大變身㗎。呢場可以成為冷門，我梗係唔撚會放棄啦，值得搏一搏喎。好啦，跟住再嚟。就係第8場3班草地1200，1號馬嘅勇敢巨星，正宗谷草1200專家嚟嘅，上季初直落贏3場添，真係西鳩利。上到2班就行人止步啦，跟住練馬師都放鳩軟晒手腳，等隻馬減一減分調整一下啦。今季都出嚟跑咗2場2班田草1200，一樣係輸鳩埋，終於減撚夠分啦。呢場降返落嚟3班跑，卡士級數梗係高啲啦，又俾佢執鳩埋個黃金一檔，屌佢老味，真係運氣都幫鳩埋佢。何澤堯同練馬師呂健威呢對配合都令人有信心嘅，唔閪會點玩嘢嘅，今場就一定唔會有咩分頭賠率㗎啦。不過真鳩係有全面優勢嘅機會馬嚟嘅，都要稱住佢啦。好啦。最後一隻就係第10場3班1650，12號馬嘅99為尊，呢隻馬響3班屬於中游分子嚟嘅，谷草1800就贏過頭馬，減分已經過閪晒龍添。上一次見佢跑長田草1400，根本就係太短，唔柒啱跑嘅。不過末段都俾佢撲返上去跑過第5，輸3個馬位啫，唔鳩失禮㗎。狀態就應該返咗嚟㗎啦。呢場谷草1650，大家都可能都係話稍短，唔係咁撚易跑嘅，但係執咗個2檔喎，孭117磅添，真係輕飄飄。如果末段又俾佢早啲捽鳩得起佢嘅後勁爆炸力嘅話，再加上檔位同孭磅啲形勢幫助，我覺得呢場都係有一撚定機會嘅。神課操練都冇停過嘅，騎師金成剛
唔好再做廢撚啦，希望你盡力而為，表演一下身手啦，俾閪返啲驚喜我得唔得呢？呢隻馬估計今場一定有好好分頭賠率㗎啦，我單博冷門位置，相信都值得嘅。好啦，心水冷馬又傾完啦，都係要重複一下先。第一場嘅11號馬快馬加鞭，跟住第5場嘅7號馬金風萬里，再嚟第8場嘅1號馬勇敢巨星，最後就係第10場嘅12號馬久久為尊。好啦，我嘅心水馬大家點睇呢？好啦，筆姐姐又同大家講拜拜啦，下次再見。